后来，这个过年岁煞咯，大家陆续来开工，搁来开始来上班。有袂少的上班族心情是真郁卒，也毋过无要紧，马上就搁有5个连续的假期会当来期待哦。其中这个清明连假，只要请假请3天，就会当搁连续交工。大家拄结束春节的假期，开工的第一天，情绪难免会受到影响。不过，今年有7个连续假期，扣掉已经休完的元旦甲春节，也有5个好康的连假。今年还剩下5个连续假期，而这些连假，你只要请假3天到4天，就能够连休9天。以2礼拜连假来讲，只要向前请3天，就会当对2月24休到3月初3。清明连假如好康，请假3天会当对3月30休到4月初7。若是5日节的连假咧，请假4天就会当连休啊。中秋节嘛是同款，请假4天，3天连假瞬间变成9天。双十国庆连假只要请3天，嘛会当对10月初6休到10月13。就可以安排一些像是出国啊，这样比较需要长时间的旅行。我不是台中人，然后我就喜欢就是那种长假可以回家。虽然有上班族开始计划长假，不过有人感觉也是上班较好。因为我们是自由业啊，如果多赚钱，为什么不上班？基本上是不会这样放，因为首先第一个它会影响主管对你的绩效。要提醒的是，2礼拜连假补班日是2月23，双十节补班日是10月初5。民众要伫订机票、饭店进前呢，一定爱先确认家己是不是会当休假。